各位好，踏入2026年，相信好多觀眾都想知道今年嘅投資方向，加上嚟緊亦都係馬年喎，比較火旺，有啲咩要留意？要唔要做好呢個資產配置同埋風險嘅管理？今日我哋好榮幸可以請到紅谷資產管理總裁陸庭龍先生 Alan，同埋從事海外房地產投資嘅柏斯國際創辦人及中東經貿協會副會長何國龍先生阿 Fred 同大家分享下。Alan 你好啊，2026年大家有啲咩要注意嘅呢？投資方面應該進取啲定係謹慎啲啊？嗱，2026年咧，唯一確定嘅咧就係個不確定性咧就依然存在嘅。咁大家都知道咧，踏入今年1月初啦，咁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就對於呢個委內瑞拉採取軍事行動啦。咁喺好短嘅幾個小時嘅軍事行動咧，就將委內瑞拉總統咧即係叫做邀請咗去呢個美國啦，咁啊接受佢哋嗰個調查。好啦，咁成件事發酵到而家呢，亦都唔係單單淨係南美洲國家牽涉其中啦。因為喺個過程入邊呢，美國總統特朗普亦都係指名道姓呢，古巴可能都唔係佢哋喜歡嘅對象啦。咁亦好快呢，就由南去到北呢，就覺得呢，就格陵蘭係一個戰略性好重要嘅位置，咁就美國係應該要擁有呢個格陵蘭。咁呢，就亦都引申到呢，就較早之前呢，就威脅呢，就啲歐洲國家，如果邊個反對美國即係叫做接手呢個格陵蘭呢，佢就會加佢關稅。但係喺不足嘅可能係48小時之內呢，美國總統特朗普喺達沃斯論壇呢又縮翻轉頭啊，就話我否定咗就會採取軍事行動，淨係咧想同佢哋協商啦。咁所以呢，呢個世界變化好快嘅。咁其實2025年呢，都唔係一個叫做尋常嘅一年，因為咧亦都有呢個關稅呢個咁嘅題目啦，擾擾攘攘咗成差唔多全年啦，去到舊年年底咧，咁中國同美國咧就簽署呢個協議啦，領導人見面之後咧就有1年嘅個緩衝期，大家就叫做偃息旗鼓，就唔好再咧就即係搞呢壇嘢啦。好啦，咁其實如果你話喺2026年，即係頭先阿 Crystal 都講過啦，嗱，即係大家都覺得咦？好似前景係點呢？又加上一啲叫術數嘅問題啦，赤馬紅羊咁係咪好似好亂啊？好即係好麻煩呢？嗱，咁所以咧喺呢個咁樣嘅唔穩定嘅投資環境之下呢，其實首要嘅呢，我哋係希望做到嗰個投資或者個資產配置呢，係可以呢，就係話呢。佢係可以持續落去，即係話唔會輸晒。好啦，跟住呢，仲要呢，係可能有一啲叫做合理嘅回報啦。咁點樣做到呢樣嘢呢？咁因為投資一定有風險嘅。好啦，咁我哋就可能要揀一啲核心資產啦。咁乜嘢係各位嘅核心資產呢？咁可能如果大家生活喺香港嘅，好自然你一定係有物業啦，自住物業啊，或者你買樓收租啦。咁如果你更加係有多啲財富嘅，可能你會買咗啲寫字樓，買咗啲商鋪。好啦，咁大家都知道呢，喺過去呢幾年疫情嘅期間呢，香港呢個物業市道咧，其實都經歷咗咧，即係好大嘅一個叫做下跌啦。OK，咁好多之前擁有即係以自己擁有一棟樓或者幾多物業為自豪嘅人士咧，咁咧就喺個帳面嘅損失上咧，其實都係比非常之大嘅。好啦，咁係咪即係代表物業又唔得咧？咁樣其實就唔係，因為咧喺我哋嗰個投資嗰個角度去睇咧，香港係一個我哋嘅叫做本土市場或者我哋自己身處嘅市場咧，咁其實投資機遇咧可以係全球性嘅，你可以係美國啦、歐洲啦、東南亞啦。OK 嗱，咁如果過去呢幾年大家有投資美股呢，咁應該個回報都相當唔錯啦。即使喺舊年2025年呢，你話我其實唔係好中意海外嘅，我唔識睇。咁你話香港又好似麻麻地。咁喺麻麻地之餘呢，如果你係買翻呢個恒生指數啊，或者係投資 A 股呢，個回報都有10幾、20幾個 percent 至20幾個 percent 都唔錯，都跑贏咗好多資產類別嘅。咁當然最高嗰個資產類別呢，就係黃金啊。咁舊年呢2025年呢都升咗差唔多係64%嘅。好啦，咁而家個金價都創咗歷史新高啦，去到4840蚊一安士啦。好啦。咁我哋點樣做呢？嗱，首先我諗呢就喺呢一度呢就話，如果大家都係覺得頭先我講嘅説話，即係話咧不確定性係一個好重要嘅風險呢，咁我哋就要首先呢就要決定究竟我喺2026年我嘅資產入邊呢，我其實會係做邊樣嘢啦。咁我會認為呢，就喺2026年呢，美國都會繼續減息啦，尤其是喺今年5月份呢，當現任嘅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即係退任之後呢，特朗普會委任佢信得過嘅人上場。咁
咁呢位人士一定係咧執行特朗普嘅政策咧，就大幅度減息，就唔會理任何關於咩通脹啊，或者係咪聯儲局獨立性啊，因為呢個係佢政治任務。好啦，咁即係話咧喺美國嘅叫減息呢個行動入邊咧，會利好資產價格嘅原因就係因為大家都知道而家聯邦基金利率咧係3.5厘。咁而美國嘅通脹率咧大約係3厘，咁3.5厘減3厘咧，其實個實質個利率咧得0.5嘅啫。好啦，咁即係話相對地嗰個借貸成本喺美國嚟講都係低，而美國亦都會帶動咗歐洲、亞洲區進入呢個叫減息週期啦。好啦，咁之後咧，其實因為你個利率係處於一個叫做下降軌路啦，咁其實咧風險資產包括股票啦、債券啊，甚至乎房地產咧，都係應該有一個叫做得益嘅。好啦，咁只不過喺呢個資產配置入邊，我哋要揀自己最認為係叫做相對地穩陣啊，又覺得係自己可以 manageable 可以管理嘅咧，咁就每個人嘅風險取向都唔同嘅。咁以我個人嚟講咧，我就會建議咧就個 equity 股票仍然係首選。咁當然股票唔係話佢你買咗一定會贏嘅，但係問題就股票市場咧，個流通性係最好嘅。咁當我哋發覺，如果身邊出現咗一啲叫突發事情，或者同我哋原先諗嘅方向唔同呢，咁我哋就可以呢好快呢就話即係好容易地呢就可以叫做套現啦，或者係轉變呢個賽道啦。咁相對地呢，如果你係一啲可能係債券啊，或者其他一啲叫做實物嘅資產呢，咁可能你個套現嘅時間要耐啲啦。咁咧就相對地咧，個風險咧就會比較高啲。咁另外咧就亦都我留意到一個比較係明顯啲嘅趨勢咧，就係當我哋講呢個投資嘅時候咧，好多時都係講啲金融資產數字嘅，即係話咧你有幾多股票、幾多債券，都喺我哋嗰個銀行嗰個帳戶嘅嗰個月結單或者股票行月結單見到我哋有幾多股咩股票，有幾多錢嘅呢個基金，有買咗幾多錢嘅呢個可能係定期存款。好啦，咁其實咧。你見到其實因為嗰個全球嗰政治因素越嚟越混亂嘅時候咧，好多smart money 咧，聰明錢咧，開始咧就分流咗去做一啲叫做實物投資。咩叫實物投資咧？即係話可能你真係有一個叫做礦啦，一種原材料啦，或者你要個發電嘅廠啊，或者嗰啲呢啲背後係真係可以實際上你係叫做覺得佢係運行緊，就唔係一啲數字嚟嘅。好啦，咁當然啦，你話我買黃金都係一個數字啫。咁有啲人可能會傾向買實物黃金，不過呢個就真係唔係好普遍，因為你會諗到一樣嘢就係點樣去邊度擺呢啲實物黃金呢？同埋萬一如果真係出現咗一啲叫做戰爭或者重大事故嘅時候咧，呢啲黃金推出去你攞去咧，其實第一就好難會更新啦，去拎啦。第二咧就話其實咧你拎出街個風險就高啦，因為點解咧？可能人哋會搶咗你嘅。OK 嗱，因為咧呢個喺戰亂嘅時候咧，呢咩事情都可以發生。好啦，咁所以我哋其實就頭先講翻一個重點就係話咧，喺2026年咧。我哋個資產配置入邊咧，個流動性就好緊要啦，即係話你要啲個資產係可以變，或者個市場個寬度夠，而唔係話咧你得喺度咧要等好耐先至套現到啦。咁因為咧就股票可能係首選啦，另外就係實物啦，就係頭先我講。咁可能呢個入邊都包括咗咧一啲房地產嘅。咁雖然你話見到呢幾年香港整體嘅物業市道都唔好，尤其是寫字樓商鋪啦。咁但係咧喺過去呢8至9個月咧，香港嘅住宅市場咧其實都非常之好嘅。咁尤其是喺一啲叫做一手樓啦，譬如九龍啟德站啊附近咧，咁亦都好多內地嘅客人咧嚟香港咧就係大手買入呢啲物業嘅。好啦，咁當然你可以將呢個概念咧推廣去海外啦。咁可有啲咩地方會係叫做值得大家留意嘅咧？咁可能就話歐洲、美國都牽涉到一啲叫地緣政治咧。咁相對地亞洲咧、中東咧就會比較咧就可能係少啲啊。譬如好似你話杜拜嘅呢啲咁樣嘅即係金融中心啦。咁呢啲係大家值得可以留意下嘅。咁最後咧，我想就話咧譬如有啲朋友成日都問㗎，金價4840蚊一盎司喎，歷史新高，買唔買得過呢？如果今日你仲問呢個問題呢，其實你可以唔使問嘅，因為點解呢？好多人呢其實唔會買黃金嘅，就算你睇咗好多報道，沿途追蹤個金價由可能3000幾蚊一盎司去到而家4800蚊一盎司，你都係得個睇字，因為你覺得有困難去買黃金，就係唔知買實金啊定買紙黃金啊，買嚟有咩用啊？又冇息啊，所以搞咁耐呢，其實你係冇買到嘅。所以我亦都同好多朋友講，其實你哋成日問我話買唔買得過，睇幾多呢？其實係問錯咗問題。你應該問自己個資產配置，我需唔需要黃金？如果你係需要嘅，
咁你就買咯。OK， 亦都唔好問我會升幾多，因為呢而家都破晒頂㗎啦。6000蚊又得，5500又得，甚至乎呢可能7、8千都得，不過就可能冇咁快啦。好啦，咁至於你話而家嗰個配置要佔幾多呢？咁基本上呢，就係你可以投資嘅一啲叫資產 investable asset， 即係話你可以現金啦，或者去投資嘅時候呢，咁以前就可能係保守啲就5%、10%，咁到今時今日呢，已經唔係話要配置幾多個 percent，而係你有幾多嚇，即係話呢，唔係話你想唔想買，而係你真係要買嘅時候，你係佔你個 total portfolio 可能係10%、15%先至做到嗰個叫做對沖風險。如果唔係呢，所有嗰啲買幾條金條擺喺度啊，買啲paper gold 啊 ETF 呢，而佔你個 portfolio 個比例唔高嗰啲呢，嗰啲都唔係 hedging，因為佢對沖唔到你成個嗰個投資組合入邊嗰個不確定性個市場風險啦。咁所以呢個值得大家係留意下嘅。多謝 Alan 嘅分享。阿 Fred 你好啊，咁啱啱 Alan 就分享咗投資市場啦。咁我知道你係海外物業投資嘅專家，咁我想問海外專投有啲咩留意呢？Hello，你好啊 Crystal， 咁啊你好啊 Alan 啦。咁啊首先頭先啱啱聽到 Alan 講啦，咁其實大家見到 Alan 嘅分享關於股票市場嗰啲好精準啊，我見到聽得到2026大家真係要留意嘅地方啦。咁其實我自己就睇海外房地產嘅，咁啊但係呢幾年香港人其實大部分一係就投資股票，一係就會投資不動產，即係我哋俗稱叫專投啦。咁房地產，咁你見到頭先 Alan 都講過啦，提過啦，香港其實呢近2年其實個房地產係唔好嘅，受壓嘅，跌咗20-30% 左右度啦。但係我哋見到2025年嘅第三季、第四季，其實個樓價開始上翻去啦，亦都見到個成交多咗，一手物業亦都做多咗成交啦。咁好多大行都話2026年咧，其實個成交唔知個價錢係會升翻10%嘅。咁其實我都好認同嘅，因為見到其實因為利息減咗嘛，咁啊多咗香港人開始留意房地產啦，甚至國內嘅朋友落翻嚟香港都會買樓嚟當投資一樣。咁所以我覺得樓價係會有上升嘅空間嘅，咁10%差唔多。咁但係你問起我咧，如果係即係咪會將我自己嘅資產全部壓制喺落去香港度咧？我又唔會喎。點解咧？雖然有10%增長，但係其實世界咁大，有好多地方我哋做咗海外房地產會覺得，咦其他地方個增值甚至係租金回報係比香港更加優勝㗎。熟悉玩投資嘅朋友啦，甚至係聰明嘅香港人，其實佢唔會將啲錢淨係擺晒香港，佢擺晒全球。佢哋已經走出世界，放眼全球，睇睇全球嘅個佈局。咁我哋近期我哋見到有一個國家咧，係個升幅比較係高嘅。咁亦都唔係淨係香港人會去買啦，全球啲人都聚焦，因為大家都覺得2026年咧，頭先聽人講啦，其實都有多混亂啊，都不確定嘅因素。咁多即係變幻無常嘅嘢都發生咧，咁我哋覺得避險係一個好緊要嘅。咁呢個國家就正正可以幫到一班有錢人，甚至一個投資者可以避險嘅。我哋就覺得中東嘅阿聯酋呢個國家就可以啦。咁點解咧？因為其實好中立一個國家嘅。咁上年佢同美國簽咗間大 deal 啦，咁我叫做啦12000億美金啦，涵蓋AI 啊、環保啊，甚至係能源啊，甚至金融。咁所以佢同美國關係非常之密切嘅。咁今年年頭啱啱啦，咁特朗普有個安全委員會啦，亦都邀請咗阿聯酋啦。咁阿聯酋都第一個話支持，亦都會加盟。咁所以你會見到美國同佢嘅關係相當之緊扣。咁佢同俄羅斯亦都好 friend 喎。點解？因為大家都係產油國啊嘛。咁所以大家啲油咧係點樣交換咧？其實佢哋經常性會發生嘅。而中國亦都需要好大量嘅呢啲能源啦。咁所以同中東亦都關係相當之密切。咁所以我哋見到呢個中立國咧，喺基本上佢係同幾個大國都非常之友好。咁所以作為一個投資者，你投資嘅地方如果係穩定嘅話，政局穩定，經濟慢慢咁增長咁，其實對於你嘅財富咧，其實係一定嘅保障。咁所以就好多世界各地嘅富豪啊，包括戰亂嘅國家俄羅斯又好，烏克蘭又好，甚至其他東南亞國家嗰啲人，其實啲投資都早咗去中東嗰邊阿聯酋啦。咁阿聯酋我覺得佢除咗佢好安全啦，全球並定為頭嗰幾位最安全嘅國家之一之外咧，佢哋嗰個稅務咧，亦都係令到投資者不停咁湧入去㗎。咁佢係免稅天堂啦，又唔使遺產稅，又冇增值稅，其他稅階都比較低嘅。咁所以就好多
富豪，甚至好多大公司都湧咗去，全球500強公司有好多已經入咗去裏邊當地去扎根啦，甚至去做生意啊。咁啊，亦都全球好多國家嘅私募基金又好，甚至係主權基金又好，甚至我哋而家講開嘅 Family Office，其實已經係入咗去中東，不論喺佢哋首都阿布扎比或者係杜拜都已經有 office 啦。咁佢哋除咗帶到大量嘅資金過去咧，亦都帶大量嘅人才專才過嗰邊做嘢啦。咁所以就有房屋嘅需求。所以我哋見到當地嘅房屋咧，喺首都嘅阿布扎比咧，舊年咧、去年咧已經升咗29% 嘅增長個價錢啦，甚至個租金回報咧係有23% 嘅。咁所以你試想下，香港有10%，佢一年已經升29% 喎，成30%嘅增長喎。所以如果係聰明嘅投資者開始已經慢慢會將你嘅資金分配咗去喺中東當地啦。咁啊，除咗頭先講過佢稅務天堂啊、安全之外咧，其實佢啲黃金簽證咧，10年嘅黃金簽證咧，亦都幫助咗啲當地世界各地嘅專才去慢慢移居喺中東當地啦，甚至係企業出海，我哋見到好多企業其實已經喺當地開公司，甚至做生意，因為佢真係世界嘅中心點。所以我覺得2026年咧，中東啊、阿聯酋咧仲係睇過一線嘅。所以如果投資開香港嘅，不妨去留意呢一個板塊，我相信咧你會更加會揾到更加多嘅寶藏出嚟。亦都我相信2026年啊、27年咧打後，其實阿聯酋仲有好大嘅升值空間嘅啊。聽完阿 Fred 嘅分享，真係要好好把握呢個中東阿聯酋嘅機遇啦！多謝 Alan 同埋 Fred 嘅專業意見。大家如果有更多嘅問題或者想了解多啲嘅話咧，就可以 subscribe 同埋 follow 我哋啦。